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6月28，咱做伙来读尼希米记第13章，以及以斯帖记第1章到第5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尼希米记第13章，第13章。迄日，有人读摩西的律法书，互人民听。读伫内面有安尼记载：阿门人甲摩押人永远袂用得加入上帝的会，因为因毋若无用食米甲水迎接以色列人，颠倒请别人去咒诅以色列人。毋过，咱的上帝互迄个咒诅变做祝福。因听到这段律法了后，就将以色列人甲遐个有外族系统的人分开。这个代志以前，关于咱上帝圣殿府库的祭司以利亚实甲阿门人多比亚真有交情，就为着伊准备一间大间房。这间房间以前在收藏素祭、乳香、圣殿的器具，以及照规定供给利未人献死的、守卫的五穀、新酒甲新油的1/10，以及牙关献予上主归乎祭司的物。这个代志发生的时，我无伫耶路撒冷，因为巴比伦王阿达西西32年，我倒去王遐。过无偌久，我阁对王请假。我到耶路撒冷才知以利亚实所做的歹代。伊为着多比亚伫上帝圣殿的埕准备一间房，我就真生气，将多比亚所有的家具拢ฮ็出去。阁命令人去洁净房间，然后将上帝圣殿的器具、素祭甲乳香阁搬入去。我嘛发现利未人因得的份额无互因，当一个利未人甲献死的煞着倒去家己的田园做事，我就责备遐个官长，甲因讲是安怎上帝的殿放互荒废，我就组织利未人，互因恢复职务。对安尼，犹太人民将五穀、新酒甲新油的1/10带入府库。我指派祭司示利米亚、经学教师撒督甲利未人比大雅管理府库，阁派马塔尼的孙撒克的囝哈兰做助手，因拢真忠实，尽职将物件分发予因的同事。我的上帝啊，求你纪念我所做这的事，毋通撤销我为着上帝的殿甲服侍伊所做的好事。伫迄段期间，我伫犹太看到人伫安息日打酒困，搬麦捆互奴才，搁伫安息日将酒、葡萄、无花果甲逐款货米运入去耶路撒冷。我就伫因买卖迄日责备因。阁有住伫遐的泰尼人带鱼甲逐种货米，伫安息日伫耶路撒冷卖互犹太人。我就责备犹太遐的贵族，甲因讲：你是安怎做这款歹代志，干犯安息日？以前恁的祖先兼毋是嘛安尼做，互咱的上帝将这一切的灾祸降落伫咱甲这个城。现在恁要求干犯安息日，一定会互上帝对以色列发搁较大
会生气。伫安息日开始，黄昏诶时，我命令人关耶路撒冷诶城门，到安息日过去以前袂用得开。我派几来个部下管理城门，才免有人伫安息日搭货物入城。伫安尼，生理人甲贩卖逐项货物诶人有一两遍伫耶路撒冷诶城外过暝。我就警告因讲：恁是安怎伫城墙外过暝？若搁安尼，我要下手掠恁。对时以后，因伫安息日就无过来。我命令利未人洁净家己来固守城门，互安息日分别做圣。我诶上帝啊，求你纪念我所做遮诶事，照你丰盛诶慈爱怜悯我。伫迄段期间，我阁看到犹太人带亚实突人、阿门人、摩押人诶查某囝做某，因诶囝儿有一半讲亚实突话，也是别族诶话，毋过袂晓讲犹太话。我就责备因，甲因咒诅，拍过来诶人，带因诶头毛，教因记上帝咒詛，无要阁将因诶查某囝嫁互外族人诶囝，因甲因诶囝嘛无要带外族人诶查某囝。我甲因讲，以色列王所罗门兼毋是为着即款代志犯罪。伫列国中，无一个王亲像伊得到上帝会疼，佮得到上帝甲伊设立做以色列全国诶王。毋过外族诶某互伊犯罪，安尼，阮哪通出在恁做即款严重诶代志，带外族诶女子侮辱咱诶上帝？大祭司以利亚实诶孙耶何亚大诶囝，有一个是何伦人三巴拉诶囝婿，我就将耶何亚大对我遮赶出去。我诶上帝啊，求你为记得因所做诶歹代，因为因拍拉三祭司诶职务，违背利未人做祭司诶约。安尼，我甲因洁净，互因脱离外族人一切诶误会，佮分派祭司甲利未人诶班次，互因执行家己诶职责。定期奉献材料甲粗食诶家子，我诶上帝啊，求你纪念我，施恩互我。以斯帖记第1章到第5章。第1章，这个事发生伫亚哈随鲁王诶时代。亚哈随鲁王伫苏珊王宫即位，统治127省，对印度到古实。伊即位第3年，办得请所有诶领袖甲元神、波斯甲米底亚诶将领、贵族甲各省诶领袖拢来参加。伊用180日，互因看王国诶富裕强盛，甲伊极大诶尊贵。后来，王阁为着住伫苏珊城诶居民，无论尊贵卑贱，伫王宫诶花园办得7日。会场有白色、蓝色诶布篱，用幼麻甲紫色诶锁绑伫大理石条诶银环，有金银做诶梯椅，摆伫用红、白、黄、乌诶石仔铺诶地面。王供应真侪酒，用各种无共款诶金杯互人啉。王命令宫内所有诶人神，酒出在人啉，毋通限制。
王后华实帝伫阿哈随罗王的宫内嘛办得请妇女。到第7日，王啉酒啉甲真快乐，就命令底需要伊迄7个太监米何曼、比苏他、哈婆拿、比吉他、阿伯他、谢达、甲嘎嘎去请王后华实帝带王后的花冠来王的面前，因为王后真水，王爱要互遐个人民甲人神变伊的美貌。毋过王后华实帝毋肯来，毋照太监所传王的命令，所以王非常生气，心内亲像火在倒。王有一个惯例，关系法律甲裁决的事，为大臣甲遐个捌事事有智慧的人参详。彼时，伫王的左右，常常甲伊见面的有波斯甲米底亚7个大臣：加辛纳、士达、阿玛塔、塔西、比列、马塞纳、米无甘。王问因讲：王后华实帝无遵坦太监所传我阿随罗王的命令，打照咱的法令着安怎办伊？米无甘伫王甲遐个大臣的面前回答讲：王后华实帝的所做，毋嘛得罪王，嘛得罪阿哈随罗王特省的官员，甲所有的人民，因为王后所做的事，会传到全国的妇女，因为讲阿哈随罗王调王后华实帝去王的面前，毋过伊拒绝，安尼因为有样看样藐视家己的丈夫。今仔日波斯甲米底亚正官员的夫人听到王后的所做，嘛会相款安尼对待因的丈夫，就会引起真侪藐视甲生气。王若看做妥当，请下令写做波斯甲米底亚袂当改变的法令，不准华实帝搁见阿随罗王的面，嘛请王将王后的位赐予比伊较好的人。王的法令一个宣布，遮尔大的国家，逐所在的妇女，无论因的丈夫尊贵也是卑贱，拢会尊敬家己的丈夫。王甲遐个大臣拢看米木甘的话做妥当，王就接受伊的建议。王的诏书用特省的文字、达民族的语言发布，互无论讲甚物语言的人，丈夫伫家内做主。第2章，这个代志以后，阿哈随罗王会生气煞，就想起华实帝甲伊的所做，以及家己安怎办伊。事后王的元神就参详，要为着王找水的在色女，因对王讲，请王派官员去全国达省，找所有水的在色女，调集因来苏珊城的后宫，交互管理女子的太监去解，搁攻击因化妆品。王介意的女子，通甲伊设立做王后，代替华实帝。
王欢喜这个建议，就安尼做。苏珊城有一个犹太人末底改，是便雅悯支族基士的曾孙，示每的孙，埃尼的囝。以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掠犹大王约雅斤甲人民去的时，末底改嘛伫遐流放的人中间。末底改有一个结拜小妹以斯帖，伊伯来名哈大沙，父母已经过身，末底改收伊做家己的查某囝，甲伊养育。以斯帖的面貌水，身材好看。王的命令甲法令已经宣布，就真侪女子送来苏珊城，交予管理女子的希该。彼时以斯帖嘛受送入后宫，交予希该。希该真介意以斯帖，好款待伊，赶紧将化妆品甲应该得的食物予伊，佮对王宫选出7个宫女，甲伊侍候，将伊甲遐个宫女刷去后宫上好的房间。以斯帖听末底改的吩咐，毋捌甲人讲伊的身世甲种族。末底改逐日伫后宫的头前行来行去，爱知以斯帖有平安也无，以及伊安怎伫生活。照规定，正女子要见亚哈随鲁王以前，就有一年的准备，就是6月日用抹药的油，6月日用香水甲化妆品美容。遮照次序一个一个去见王。女子对后宫入去王宫见王的时，伊爱啥物拢会互伊带去。会用时入去，过早起就互人带去另外一个后宫，交予管理嫔妃的太监刷角。若毋是王介意，佮提起伊的名吊伊，就袂当佮入去见王。轮到以斯帖着入去见王的时，管理女子的太监希该交予伊的物件以外，伊拢无讨别项。所有看到以斯帖的人，拢真学了伊。伊是末底改的阿姐阿比海的查某囝，互末底改收做查某囝。亚哈随鲁王第7年10月，就是特别月，以斯帖互人带入去王宫见王。王爱以斯帖超过其他的女子，伊比其他的在室女搁较得到王的疼惜甲恩惠，所以王用护冠戴伫伊的头壳，设立伊做王后代替华实蒂。王用以斯帖的名办大宴社，邀请文武百官，宣布全国休假，佮公开送礼物。遐个在室女第2遍自执的时，末底改坐伫王宫的门，以斯帖照末底改的吩咐，毋捌甲人讲伊的身世甲种族。以斯帖拢有听末底改的话，甲以前受伊养育的时相款。有一日，末底改坐伫王宫的门执行职务的时，有2个过门的太监pir探甲提勒怨恨佮计谋要害亚哈随鲁王。末底改知即个代志，就甲王后以斯帖讲，以斯帖就用末底改的名将即个事对王报告。经过调查，证实有即个事。
迄两个人就互人吊死伫叉架顶。这个事有伫王的面前记入大事录。第3章，这个代志以后，亚哈随鲁王提拔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囝哈曼，互伊的官位比所有的人臣较悬。所有伫王宫执行任务的官员，拢照王的命令，甲哈曼跪拜。毋过，末底改毋跪毋拜。伫王宫执行任务的官员问末底改讲：“你是安怎无要服从王的命令？”因逐日甲伊苦劝，伊拢毋听，因为伊捌甲因讲，伊是犹太人，所以无要甲哈曼跪拜。因就甲哈曼讲，要看末底改会当坚持偌久。哈曼看到末底改毋对伊跪拜，就满腹生气。因已经甲哈曼讲末底改是犹太人，哈曼想讲，干那刣末底改一个人无够野，就计无要消灭亚述鲁王全国的犹太人，就是末底改的同胞。亚哈随鲁王第12年正月，就是尼散月，哈曼命令人抽普尼，就是抽签，决定要害犹太人的日期，抽到12月，就是阿达月。哈曼对亚哈随鲁王讲：“伫你统治的王国有一个民族，分散伫达省人民的中间徛起，因的律例甲其他民族无共款，嘛无遵守王的法令，所以若用阮因对王无利益。王若看做妥当，请下令甲因消灭。我愿意捐银34万公斤，交予负责财政的人收入王的府库。”王就把伊的手指予犹太人的对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囝哈曼。王甲哈曼讲：“这个银赐予你，迄个民族嘛交予你，照你的意思办因。”正月13，王的书记奉命照哈曼的指示，用达省的文字、达民族的语言，行文予王的元神、达省的省长甲达族的领袖。这个诏书用亚哈随鲁王的名义，嵌王的手指印颁布。上文书的将诏书送到全国达省，命令将犹太人对少年到老婴仔、妇人人，伫12月，就是阿达月13日，一日内甲因杀死，完全消灭，搁抢因的财产。诏书的草本送予达省，对全国人民宣布，予因准备听候迄日。上文书的照王的命令，真紧就出发。诏书伫苏珊城公布，全城拢起混乱。迄时，王甲哈曼坐底啉酒。第4章，末底改知即个代志，就拆里衫、穿麻衫，衫恢复，行入城，悲哀啼哭，大声吼，行到王宫门口就停下，因为所有穿麻衫的人不准入王宫。王的命令甲诏书送到达省达所在，犹太人拢禁食、啼哭、哀叫，非常伤心。阁有真侪人穿麻衫倒伫火湖。王予以斯帖的宫女甲伊的太监来甲伊报告末底改的代志，伊真艰苦心，
就寄衣服予末底改穿，爱伊脱麻衫。毋过末底改毋接受，以斯帖就调王派来侍候伊的太监合他过来，教伊去末底改遐，爱要知伊若要安尼做。合他结就出去到王宫门前的广场去见末底改。末底改就将所发生的事，以及哈曼为着招灭犹太人愿意捐献伫王的府库的银确实的数目，拢甲伊讲。佮将公布伫苏珊城要招灭犹太人诏书的抄本，摕互伊交互以斯帖，煞甲以斯帖说明，佮吩咐伊入去见王，伫王的面前为家己的同胞恳切求情。哈他结倒来，将末底改的话对以斯帖报告。以斯帖佮吩咐哈他结对末底改讲，王的正人神甲达省的人民拢知一个法令：老人无受王条件，家己入宫来见王，无论男女，拢着处死。除了王有对伊伸手金管，伊才免死。但我已经有30日久无受王条件啊！因就将以斯帖的话甲末底改讲。末底改吩咐人甲以斯帖讲：你毋通想讲你伫王宫内比其他的犹太人较安全。伫即款时阵，你若恬恬毋讲话，犹太人会对别位得到援助，得到解救。你甲你的亲族一定会灭亡。你会当做王后，兼毋是为着今仔日这个危机。以斯帖就吩咐人回复末底改讲：你去调集苏珊所有的犹太人，为着我禁食3暝3日，无食无啉。我甲我的宫女嘛要安尼禁食，然后我要违背法律入去见王。我若着死，就死。末底改就照以斯帖的吩咐去做。第5章第3日，以斯帖穿王后的礼服，徛伫王宫的内庭，面向王宫。迄时，王伫王宫内坐伫伊的王位，面向王宫的门。王看到王后以斯帖徛伫亭里，就对以斯帖施温，将手中的金管向伊伸出，伊就进前摸金管的头。王对伊讲：王后以斯帖，你有甚物代志要求甚物？就是王国的一半，我嘛会互你。以斯帖讲：王若看做好，请王甲哈曼今仔日来赴我为着王设的宴社。王听以斯帖的话，调哈曼赶紧来。王甲哈曼就去赴以斯帖的宴社。伫酒宴的中间，王阁对以斯帖讲：你爱甚物，我会互你；你要求甚物，就是王国的一半，我嘛要互你。以斯帖应讲：我的请求是安尼，我若得到王的恩惠，王欢喜允准我的请求，就请王甲哈曼明仔日过来赴我为着恁准备的宴席。迄时我才回答王我所要求的。迄日哈曼欢喜爽快离开宴会，毋过看到末底改伫王宫的门口无徛起来，无对伊表示一丝敬意，就对末底改非常生气。哈曼家己勉强忍着，倒去伊的厝。伊派人叫伊的朋友甲伊的
某设立出来，对因等家己的荣华富贵甲真侪惊疑，以及王的提拔，互伊比所有人神甲领袖较悬。下班阁讲，王互伊斯帖甘担请王甲我去赴伊的宴席，明仔载我要阁甲王做伙去，互伊请。毋过我逐遍看到犹太人末底改坐伫王宫的门口，这一切就对我拢无意义。伊的某谢利斯甲伊的朋友甲伊讲，着做一个22公尺悬的叉架。明仔早起，你求王将末底改吊伫迄顶面，然后就通欢欢喜喜甲王做伙去赴宴席。哈曼看即个意见真好，就叫人做叉架。咱今仔读圣经节伫尼希米记第13章，以及以斯帖记第1章到第5章。